如果你依家 click 入嚟呢一條片，可能係經歷緊一啲好唔想發生嘅嘢，可能係分手啊，失去咗一個機會啊，又或者只係覺得人生好似去咗一個撞牆位咁，你會連續幾晚瞓唔着覺，喺張床嗰度碌住手機，開始對自己有啲失望咁樣。我估你都已經聽過好多加油啦，你要堅強啲呢啲說話。咁講呢啲說話嘅人呢，多數都係出於好意。咁但係當你好攰啊，好唔開心嘅時候，其實聽得再多加油呢，心入面都未必好受嘅，甚至乎有陣時會覺得更加攰添。咁喺呢一條片入面呢，我唔會教你點樣走出低潮，因為我都冇資格去教。我只係想去用幾分鐘嘅時間去講一段我自己曾經跌到好低，但慢慢學識點樣對自己有翻少少同理心嘅經歷。咁喺人生嘅每個階段啦，咁我哋都有機會遇到低潮，可能係第一次經歷分手，明明第二日要翻工或者翻學啦，但係成晚咧就瞓喺度望住個天花板，啲對話咧係喺腦裏面一輪一輪咁樣重播嘅。亦都可能係升學壓力啊、失業啊，見到啲同事同學一個個咧都好似走得比你更前，你就越嚟越唔敢去講自己嘅近況，甚至乎可能經歷俾人 bully， 你覺得好無助，連開口求救都唔知道可以揾邊個。當你撳入去呢條片嘅時候，可能都係帶住一啲好沉重嘅心情，又或者係背負住一個覺得自己冇辦法跨過嘅傷。咁但係我相信呢啲痛楚有一日會慢慢咁樣淡少少，唔係因為呢一件事有啲乜嘢變化，而係你會變得更加堅強。係嘅，咁經歷緊低潮嘅我哋呢，你會發現對好多嘢都麻木咗噶，對平時做開嘅嘢冇晒興趣，好壓抑，瞓唔着覺啊。你會希望有人明白你嗰種心情，但係人哋嘅過分擔心、建議高高在上，即係譬如可能會講話，你試下諗開啲啦，你唔好咁敏感啦，反而會令你更加覺得自己好似真係有啲問題，慢慢對自己越嚟越失望啊。以前呢，我以為人生好單純，又或者可能係我諗得太單純啦。嗰陣時呢，我就諗，只要保持住正面嘅態度，一定會有好嘅結果嘅。咁但係後尾呢，我就發現其實呢個世界冇我想象中咁簡單。經歷低潮，你會痛啦，你會傷心啦，要承受好多心靈上面嘅掙扎。嗰陣咧，好想有人明白我嘅，但係會發現可以真正理解自己嘅人其實真係唔多。有時仲會遇到有一啲人喺你狀態最差啊、最內疚嗰陣，更加着重佢自己想要啲乜嘢，好少真係會理你感受。而嗰一刻咧，你就會覺得自己好似俾人利用咗咁啊！但係呢啲經歷咧，都提醒咗我，你嘅善良同埋付出唔係任何人都配得起，而你亦都值得將呢啲嘢留俾真係珍惜你嘅人咯。咁低潮嘅時候，我就成日都會喺張床嗰度喊啦，有時候會喊到眼都腫埋，即係嗰陣時個狀態咧，就好似覺得自己變得好唔重要，好冇價值，好似突然之間個世界可以冇咗我都冇人會在意咁啊！啲 WhatsApp 咧彈出嚟都唔會想覆，因為我感受唔到自己嘅存在，冇晒動力啊，冇晒精神，冇晒胃口，第一次感覺到嗰種真正嘅孤單係點嘅感覺。咁我想同你講一句，你唔係冇價值嘅，你只係受咗傷未康復，心靈同埋個身體其實都係一樣需要時間去恢復。呢一刻你可能會覺得人生就係咁樣噶啦，永遠都冇辦法康復，係咪？但係後嚟咧，我發現世界上咧，其實有啲人同你可能承受住一樣嘅痛苦，而佢哋慢慢行到去前啲，唔係因為佢哋係啲咩天才，而只係因為佢哋靠住毅力，默默咁樣去捱過呢一段黑白色嘅人生階段。同埋嗰陣時我都成日都覺得自己好似喺個悲劇裏面咁啊。後嚟我睇咗更多其他人嘅故事，佢哋好勇敢咁堅持落去嘅。咁嗰刻咧，我就會覺得原來唔係得我一個人係咁嘅。嗰種感覺咧係好特別嘅，你會喊嘅，但係唔係因為覺得自己好慘，而係多咗一份好窩心嘅陪伴感。我發現有啲人係靠住憤怒去頂住啦，有啲人係靠住身邊嘅人去扶，但好多時候喺好後嘅時候，我哋都會學識點樣去對自己多一啲同理心咯。而呢一刻嘅挫折係好難受嘅，但你開始咧亦都會對於善良呢樣嘢有個清晰嘅概念，仲會識得睇清楚乜嘢先至係你最在乎嘅嘢，可能係你嘅兄弟啊，可能係你嘅屋企人，可能係你嘅伴侶，又或者係依家呢一刻依然仲堅持緊嘅你自己啊。咁我諗大部分喺低潮裏面撐落去嘅人，佢哋都將自己呢啲好可怕嘅經歷變成幫人哋嘅動力啊。
即係唔會去高高在上咁去俾意見，唔去批評啲乜嘢，只係好簡單，希望自己同埋在乎嘅人會過得越嚟越好。而呢一啲嘢呢，就係喺我經歷低潮嘅時候，可以令到我覺得安慰同埋學識到嘅嘢。而我相信呢，有一日你會遇到一啲人或者一啲事，令你覺得好少少都好。咁當然啦，即使依家你未必會相信，而我亦都唔會叫你去振作一啲啊，開心一啲啊。因為渡過低潮呢，其實真係唔容易噶，真係難捱嘅。反而好好咁樣去休息下，盡情咁樣喊出嚟，唔需要成日表現到自己好堅強。而呢一樣嘢都係我學得最多嘅嘢。即係我發現，如果連我自己都完全唔體諒自己嘅話呢，好難真正感受到人哋對我嘅關心㗎。呢啲痛楚有一日會慢慢咁淡落嚟，唔知要幾耐嘅。但係最後我都想 share 一句金句啦，係喺我某一段時間俾咗少少力氣我嘅說話。咁佢未必係啱晒所有人聽嘅，咁但係如果你今日聽到心入面有少少共鳴呢，咁就夠啦。咁呢一句說話呢，就係講話，凡事皆有出路。真嘅，呢一句說話直到依家我都仲相信緊。雖然有陣時我都會懷疑，但我寧願揀去相信，就當係感激翻嗰啲一直努力堅持嘅人，感激翻嗰啲一直願意相信你嘅人。咁如果你今日可以聽到呢一度呢，咁都多謝你肯俾幾分鐘嘅時間我啦。希望有一日當你回頭望翻今日嘅你，你會感激晒所有嘢。我自己都係咁樣諗嘅。我係 Brian，咁我哋下一集再見啦。